最近有真侪病院反映讲，急诊的人是叉，已经量要放咯。卫生福利部暂时提出病床调度等3大办法，也毋过医界个护理界是批评讲，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护理的人员卡手无够。早起有立委嘛开记者会批评卫生福利部无能，传出讲有重症患者奉送到100公里外远的病院去治疗，嘛讲这嘛毋是个案。有一个护理师顶日在网络顶发文指出，有一个重症的患者去南部成大病院挂急诊，因为家护病房满床，病院连续几间病院拢无法度收，最后伊去互送去100公里远的成大附设病院斗六分院。最后，这个患者因为败血症不幸过往。针对这点，有立委批评讲，这款的事件并不是个案，是医疗体系渐渐崩盘的警讯。拖8个小时才动刀，这是台湾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情，并没有所谓的 delay。其实，不管是转出的医院或接收的医院，其实都在积极处理这个病人。虽然卫福部24提出病床调度等3大策略，甲2大解决的方向，希望会当消透急诊人塌甜的情形，也有家护病房满床的危机。不过，个护理师工会讲，关键是伫咧护理师的卡手无够，所以无法度提供病床。医界嘛认为讲，卫福部所讲的调床的机制执行有困难，根本是讲的尔。症结真的是在护理人员的不足，那人员不足，医院的床开不出来，急诊的病人住不进去，那只好塞在急诊。其实这些问题早就都已经存在很久，而这一些政府所说的改善的方向，也已经是现在就已经有在做的事情。根据护理师工会专联会上新的统计，到113年年底为止，全台湾护理师有执业登记的人数是19万3000多人。病院护理人员总离职率有要到13%，欠人的比率差不多是6.5%。为护理工课场的人数分布来看，护理师去诊所吃头路的比例上济，过来是长照机构。所以，医界呼吁政府应该改善护理人员薪水的结果，提升急重症健保点等的措施，才会当让护理人员愿意留落来，或者是搁转来做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